好多人話哇，敏感肌好難搞噶。嗱，早幾日咧有一個美容院嘅老闆娘就同我講過啦，見到客人嘅皮膚咧敏感啊，就會驚吓，因為好多嘢唔用得，求其咧係唔好紅腫咁就算噶啦，真係治療就唔識嘅。所以咧，當啲老闆娘面對到呢啲問題，佢最多都係敷啲咩咧保濕嘅 mask 就算噶啦。有一個公式咧可以去解決敏感肌嘅問題嘅。嗱，特別係最後一點啊，你真係要睇埋落去啊。嗱，首先我哋講先譬如而家有個人啦佢又想美白，但係佢自己本身敏感肌，佢自己都知道好難搞嘅。問你啦，佢請教你啦，有冇方法咧？有，我哋有一個黃金方程式，就係乜嘢咧？第一，全面酸；第二，B5；第三，抗敏精華。呢三個成分一定抗敏先，聯合埋一齊，係咪強抗敏咯？然之後再加上全明酸B5都有亮麗嘅作用，全明酸更加淡斑添啦，係咪一個好好嘅配方呢？第二啦，跟住再嚟啦，做抗衰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要知道我哋嘅成分嘅功能喺邊先。好啦，抗衰老嘅黃金配方又係乜嘢嘢咧？全明酸。今次就唔係 B5 啦，係玻尿酸。抗敏精華都係嘅。喺呢三個成分裏邊，全明酸、抗敏精華絕對抗敏。玻尿酸係我哋皮膚必須要有嘅，佢唔會導致到你敏感嘅，但係就喺抗衰嗰邊咧，提供咗一個好好嘅彈力嘅作用，咁所以令到我哋啲紋路咧可以減淡。所以係咪一個好好嘅抗衰老配方呢？以上呢兩個方程式，如果大家喜歡嘅話咧，點個讚，或者你哋如果有啲乜嘢保養技巧想要知嘅，都留言俾我啊，好嘛？多謝晒大家。